天气这么热，台南天狗节的疫情嘛继续在扩大，到日八下晡已经有84例，拢集中伫仁德区和东区。昨早国军的化学兵有专工去仁德区取药啊，但过嘛因为讲即摆下晡较熬落西北雨，所以清在就有积水，要解决天狗节的疫情就较恶解。台南市政府即摆嘛呼吁乡亲积水就爱接病。二八早起，穿红雨衫的化学兵就来到台南天狗日疫情上界严重的仁德区成功里协助户外的消毒工作。台南市的本土天狗日到二八下晡，总计已经有84例，大部分分布伫仁德区，也有东区。对通报头一个本土案例以来，市府就加强个案的徛街，也有活动地周边避网塘密度调查加清理，以及化学防治，并且设置采血站进行采验。因为今年流行的是第一型的病毒，就惊民众无去就医，也是互相个感染着。重复感染不同类型的，比较容易产生出血性登革热。那过去在2015年的时候有26000多个，那这个我们当然不希望这26000多个有重复感染到第一型。2015年天狗日伫台南市大流行，当时造成26000多位民众确诊。今年疫情又过来真凶，住伫热区的民众也难免会惊，大家拢真小心细腻。对啊，我们要每天巡一下，在自己家里要该到的要到，要巡一下，然后刷一刷，弄一弄。然后把疫情可以控制下来。尤其下雨过后，确实要把那些积水容器清理干净，这才是正道。那疫情陆续的攀升，我希望能够唤醒大家一起来尊重我们的环境。最近下晡不是有雷阵雨，环绕天气因素影响防疫的做法。市府讲，这阵东部之急是控制疫情，所在更加侪人去围着。伫青竹资讯员降低避网塘的密度，更加需要民众到店来配合。防堵这疫情，记者综合报道。